特别是在各体育专业，当到在起民众的信心都非常复强。苗栗站在起服务团基本是正式向外宣布，到了这礼拜2日为前进推动的橄榄村，针对在起的小朋友展开心灵复强。在这段时间当中，不但抢救相关物资的验证，还为期盼客家创会助攻晚会，同时同在入波内台战线，还有职工都在起展开心灵重建。苗栗在起服务团出来！标登一张张推动橄榄体育嘅800防灾照片，苗栗县在起服务团正式来向各嘅宣布，將會在廿拜六趕到推動嘅橄欖體育，針對在起嘅小朋友展開心靈嘅重建。所以在經過一整夜，橄欖村因為當初設鐵七村，本季村內嘅民眾安全渡過水災，唔過無特加熱，一下在面很多嘅3萬進行在後嘅重建。苗栗在起服務團。最主要下去的是以儿童以及原住民的小朋友为辅导的对象，那么最主要让他们这个做一个心灵的辅导以及精神的一个重建。只係除了大量建過來嘅物資，在其咩需要心靈嘅重建，由初期平行沙期理事長發起嘅在起服務團，不但目視了當到萬開學嘅大專生來投入，也尋到有部內嘅同行來講嘅傳推，將會針對推動橄欖體育嘅小朋友進行心靈嘅重建。同時還有客家產會也得發通二老仔民來打氣。你提出安排禮拜六混夜的時間哈，安排呢探索體驗教育哈，透過這個團體輔導方式哈，去陪伴他們成長學習。過攀兩重的你客家吹為主的一個大屌絲的餐費哈，譬如講家人的客家吹，表示你客家人也苗栗人對佢有的一個關懷。持續目前資金還有物資，目前嘅方向也從飲食變做世界片，希望做得符合民眾嘅需要。當在其嘅新聞篇幅慢慢嘅減少嘅同時，社會裏邊還係有一群朋友持續來關注，希望透過非社愛心流力量，本在其家起航起來。客家新聞總之名苗栗報道。